带咱爱读册，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欢迎各位朋友又到我们带咱爱读册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做的单元的主题是亲子阅读，让我们一起来阅读旅行吧。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从北部基隆来的基隆教育处的后援校长袁安秀严校长。老师好，大家好。还有呢，安秀带了她的很可爱的女儿，也是在基隆就读小学3年级的陈怡君小朋友。大家好。那我想呢，我们接续的之前呢，跟各位聊到的亲子阅读，当做我们这个整个暑假大家的热身操。那为什么会谈到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相信许多人呢，在108课纲已经开始实施之后的这一年，其实产生一个很大的焦虑。那今天邀请杨安秀校长来，除了我们知道他本身是一个很勤于写作，也是未来 Family 的一个严选作家之外，他也是基隆的课程督学。安秀，我们来谈一个题目真的把老师吓到，你知道吗？有朋友呢秀给我看一个小学3年级的数学考卷，这个考卷是这样讲的：口罩实名制实行之后呢，每人可以购成人口罩3个，然后最多可以持3张健保卡购儿童的口罩，每卡可以购5个。然后呢，这个书局呢，它总共今天卖出的成人口罩有60个人，其中8个人呢持有3张健保卡代购儿童口罩。请问你今天他卖出的成人口罩跟儿童口罩总共几个？各位听众朋友听不懂没有关系，因为小朋友也听得灰煞煞。我们就把小朋友抓来问哦，小朋友这数学题会不会？他说老师1+1等于2，真的很简单。加减乘除都可以，但是题目看不懂，对不对？所以呢，我相信这不只是在小学，在我们高中甚至于大学联考，你发现一题数学题，一题自然科学的题目乐等，小孩看了前面就忘了后面，所以难怪108课纲会引起家长共同的焦虑。你要谈一谈这个108课纲它主要的特色跟不同是什么？在过去9年一贯的时候，是讲求认知、情意、技能。是，但是在108的课纲下的精神自发、互动、共好。是，所以从个人的优秀要进化到可以跟人我之间的那个调和的能力会很重要。所以主题性的课程或者是评量就会纷纷的兴起。是不是在它的内容之中会更强调深化素养这件事情？是。素养这个部分是新课纲当中最重要的精神对，那其实素养的用一句话来讲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很焦虑，这是什么新玩意？我可以带我的小孩去哪边补素养？对。但是我觉得家长们都真的是太过担忧或太恐慌了。素养我们就把它想成是把孩子的生活能力、生活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建构好。对，了解。那他的自学性就要很重要，就孩子本身的自学性，然后他的持续性，他的很多人际应对这个部分在新课纲当中。所以其实新课纲的素养本身很大的精神，不是说我像打一支维他命 C 的针一样，把营养针一样，而事实上是告诉孩子，我们先培养个情境，在他的成长的历程中，教会他如何主动的去学习，然后呢，主动的去看他自己想要去摄取的主题，之后变他自己生活中可以努力的一个内容，最后深化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素养就对了，对不对？因为新课纲的精神就是成就终身学习者。了解。那在这个脉络底下，孩子怎么样让自己走向这条路，那就是现在。所以其实我们最近在跟严安秀校长一直在帮未来 Family 做了很多有关于国教署的这100本好书里头，不管是我们讲说周雪生的《刺猬的愿望》或是王华先生写的这个青少年的成长小说，或是我们讲说这个小朋友的幼儿的绘本，我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在这里面呢，它非常教孩子如何做自己，就是我们说的，您在上集告诉我们的自由意识的加强，自我意识本身的强化，就可以让你自己变成一个，我觉得你生命中不需要烦恼。像这本书里面讲的蜡笔小红的烦恼，它本来就是蓝色。
因为这样缘故，你要他画出红色，他一辈子画不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所有的国教所有辅导团里面，要去辅导老师跟家长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与其今天钓一只鱼给他吃，不如教他怎么去钓鱼的方法，对不对？那钓鱼方法其实有很多啦。那我相信，对我们来讲说，对父母亲来讲，你要真的是很像是在课堂上很义正言辞教这些素养是做不到，所以因为这样缘故呢，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我的比较大的经验是说，要不要带你去旅行好了？因为呢，我一直在想说，卡内基讲过一句话嘛，给青少年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年少时候的贫穷。那我们怎么舍得小孩子没饭吃啊，过得很穷苦啊？不可能，也就因为这样缘故，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达到，就是带他们去旅行。所以杨安秀好像也是很喜欢旅行哈，受美小老师熏陶，一定要喜欢。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我想呢，你大概会觉得非常的要惊吓我了吗？因为呢，这一张呢是尹安秀呢，有一年我带我的孩子去旅行，我带他们怎么去旅行了？在旅行的每个景点中，我都叫他们下去给我做功课。那时候我们在英国，好像那年跟我们去英国，对，2004年。真的，你看一下这个时间哦，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英国的2004年。那年我的小孩子是读高中，我带他们去旅行，每个旅行的景点中，我都让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给我采访一个主题，跟当地人去做 local 的连结或者 communication。那也就因为这样缘故呢，小孩子做了很多很好的主题。那我相信这也对严安秀来讲，这一趟旅行是很特别哦。你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这一张好像是我们最后回到伦敦的时候你写了，我也很讶异你会写这一张卡片嘞。就那一次是第一次到欧洲，那也跟着老师，当中有很多学习啦。那老师也有教付我们，因为我们还带着其他的高中生嘛。对对。那我算是里面年纪比较大的姐姐。大姐姐。老师会分配任务给我，去陪着弟弟妹妹们一起去做一些探索的主题，比如说我们问说为什么这个城叫做路氏小镇，然后呢 Glasgow 的时候，我问他说你去给我查查谁是谁 Mango， 对不对？我们到尼斯湖的时候，我给小孩子教的功课是，你去问一问所有船上每个人怎么看尼斯水怪 ，Can you believe 相信这个东西吗？有这个尼斯水怪吗？就遇到一群德国人。根本不会讲英文，可是呢，他还是想办法跟他做好了沟通，所以这个旅程应该其实蛮特别的哈。旅行其实是我认为最好的一种教育模式，对，因为它很多样化，很多样，那个抗压性，然后协调能力、时间管理或情绪的掌控，我觉得那个在教室中比较不容易学到。而且我觉得旅行很好一点是会让孩子带离开教室情境，然后呢，你所走的每一段路上，就可以让你因为在路上遇到的问题，你必须要去解决它。真的很像是那个齐军在上一集中给我们介绍那个失魂。失魂如果他今天没有进入到1个、2个、3个、4个、5个的失境，那就是一个旅行啊。那我相信对他来讲，他应该就不会去解决这么多的问题，成为一个勇敢的少年。所以我在当时的旅行的时候，我对学生的旅行教育的做法就是，你去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写明信片。你现在有写明信片的习惯了？有啊，有啊。你看看，那这个是严安秀呢给老师的很多的旅行的明信片。那我觉得蛮特别的一点，是因为我跟学生讲，我开始写明信片是我先写给我自己。因为呢，我最早时候呢是到法国自助旅行的时候，有一天我从这个罗浮宫走到凯旋门，走到半路上呢停在那个塞纳河畔，我就决定给自己写一张明信片，说 Dear Monsieur，Monsieur 是我的英文名字。那我好久没有看到你像现在这个样子，这么样的充满了光，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台湾的生活职场其实是蜡烛两头烧，很辛苦。所以后来因为这样缘故呢，当我从欧洲旅行回来之后，然后呢，这张明信片他会2个礼拜之后才回来，所以一张又再回来。当他重新回来的历程的时候，我觉得哇，仿佛又旅行一次。从此以后，我不管教我的学生或我的小孩出去旅行，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写明信片。所以这是我的学生呢，他到梵蒂冈，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南方讲堂是烧圣拉斯库拉，是柏拉图的学院，买了这张柏拉图学院，然后送给我们。然后另外一个是像我的女儿呢，她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她就会写一张，然后呢一张非常好的一个明信片。那这明信片里头，其实我认为对我们的亲子关系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改善。或许爸爸妈妈你们也可以练习，让你孩子在离你远一点的距离里头，你去写一张明信片。那像我女儿都会自己来画一个素描，完了以后就告诉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呢今天
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那因为这样缘故呢，我也把我的学生当作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当然规定安秀也要这样做了。所以因此呢，我相信安秀月这样也成为一个其实非常善于旅行的。琦君也会这样做哦，琦君现在也这样做。琦君写过明信片吗？有。写给谁？爸爸呀。对。他不敢讲那个答案，是因为爸爸是他的最爱，他一直不敢承认在妈妈面前。但是我们都知道，一定先写给爸爸。哦，那你下次会写给自己吗？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生活之中有些时候写给自己是很重要，因为跳过那个情境的你去看另外一个不同的自己，其实是很要紧的。那其实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规划旅行的过程中，延安秀现在事实上有一个网站，就是有关旅行、铁道旅行的，对不对？是啊，对。你怎么想到去做这个铁道旅行啊？就其实当时设这个网站，只是真的是本意是自己喜欢书写。对，我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生命历程跟孩子一起走过的路记录下来。对，当时是存着这样的心啊。那因为铁道旅行，我个人非常喜欢。那我觉得在铁道当中，你欣赏风景，你思考自己未来要走的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空间。我仍然还是很好奇，为什么会选择第一个日本，对，第二个铁道这两个元素呢？因为我觉得你的书如果讲跟你的书写，还有你的网站上大家看上去，会觉得事实上你有拿它当做一种教育的可能。对，那当然选教育的时候呢，我觉得对我们家长来讲，我们都非常小心，因为那对孩子来讲，他绝对可以带来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教育的环境。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它是一个很好环境的功能。那日本跟铁道这两个元素，当时你是怎么做选择的？选择日本，一方面是我本来就很喜欢了，然后第二个，我希望让孩子看看日本的那种慎重恭敬的做事态度，职人精神，职人精神，对对，跟他们在很多细节上的专注跟细腻。了解。那我很希望说，让孩子在旅行的时候，也可以从生活的接触当中，去让孩子有这样的认识跟体验。哦，了解。其实我后来在这个台南女中服务的时候，曾经担任过非常多年的教育旅行的主要澳棒跟英棒的一个负责。那我当时呢也发现，全国最多去日本来做教育旅行，对，很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比较安全，第二个它比较干净。那在国民素质上来讲，对我们小孩来讲，它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学习，尤其是教育学习就对了。那所以呢，你们在旅行的时候应该不会，我就拎个包包就走嘛？你会做一些旅行的计划吗？旅行的计划，一般的行程规划，这个当然都会有，但是因为带着孩子，我们也不希望太照表操课了。对对，一切还是以安全跟孩子的承受度来做考量。对，那现在琦君比较大了，我就会开始跟他讨论，我们去哪些点？那你可以先帮妈妈留意什么什么，是，或让他去做个探索，或者是做个认识这样子。所以现在你觉得小孩能帮你在旅行中成为你一个陪伴者，他可以做的工作是什么？去年我们一起去赏枫，那次的回忆非常美好。他成为我很好的摄影师。哦，了解，他帮你拍你自己。那因为过去都是我拍家人比较多。对。那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从母女变成好朋友。对。啊，对。那琦君他其实也很懂事啊，很多事可以跟他分享，然后觉得很棒。其实我觉得，在去年的8月的时候，那我就跟延安秀讲一件事情，说我觉得很多的家长会对于所谓的素养阅读有很大的焦虑。我觉得旅行阅读是最好。所以我们就3个人这个老中青我真的是带着他们就到日本的京都去了。那到日本京都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这一张也是延安秀推荐给我的，这是京都的周游券广域周游券。对，那这个周游券呢，其实它非常便宜，那时候是购买大概在日本本地买是9500日币。对，然后如果这9500日币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呢，把日本的所有的场域呢，其实就5天都打遍了。它最远可以到哪里？最远可以到冈山对，鸟取也可以，对，到鸟取。然后可以包括我们去到了濑户内海，对，然后我们去到了知鹤佐川美术馆，是，然后呢，我们还去到了天桥立，就是这一张完全打平了。那也因为这样缘故呢，当时呢，我们就回来之后呢，就这个我写了很多的旅行的文章，然后呢，琦君呢也就因为这样缘故呢，开始了他的一个旅行的写作，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那也就很多人问我们说，那旅行不就带小孩去玩吗？其实不是我们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呢带琦君去看很多地方，包括去京都的锦市场。琦君还记得锦市场吗？还记得。你最记得锦市场的什么？扇子。
对嘛？你知道吗？他又知道老师喜欢扇子，所以呢，我到京都集市上为了齐君，故意买一支非常贵的扇子。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京都集市上有很多日本好几百年的职人老店，我们让孩子看一看那些职人老店如何去对待今天一个顾客。所以这个呢是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买的一把扇子。这个扇子呢，它现在包这么漂亮，可当时在包装的过程，它怎么样的做？然后呢，在包装的过程之中呢，它如何的配色？其实呢，齐君呢，他通通都现场看到。我觉得他最重要的观念是让这个孩子呢，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头看到，其实日本人如何看待一个美学。那我相信这个呢，比在教室里面上到美学更具体，而且呢，当他打开之后这么漂亮，然后这个服务非常周到的这几百年的店家，他这个帮我们包装好了以后呢，他还在上面帮我们做了一个刻的字，刻的这个字呢就是卡斯米，就是我的名字。我跟他说我刻名字，他就很仔细帮我刻个名字。所以就因为这样缘故呢，这个经验就变成我相信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美学教育。然后呢，去看一看他们当时的职人精神，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教育。所以从这时候开始，你就喜欢扇子了，对不对？好，那老师今天呢，有特别带了另外一把扇子来送给你，你看看这把扇子，把它打开来看看。正确，紧坐着，对，打开来看看。这个扇子呢，也是你很喜欢的紫色的扇子，对不对？很漂亮哈。但是齐君老师跟你讲，送你扇子，我要跟你要1块钱，你知道为什么吗？ 1块钱放哪去？因为呢，要了1块钱呢，我们中国人有讲过一句话说哈，这个扇有个谐音是散，所以呢，我们绝对不可以散。因此呢，你要给我1块钱。所以记得等一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要给老师1块钱。哎，你现在就有了。好，那我们绝对不会散了。好，请坐。那其实呢，我们借着这样的小节告诉小孩，在旅行中，你看有这么好的题材，善跟善是一个语言学里面呢修辞中的双关也。那这一双关，孩子就学会了一个叫双关修辞，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其实旅行真的可以产生很多这样不同的一个元素。那我想请问一下哈，你当时在做这么样的一个旅行的建议的时候，让带领小朋友去，我们要不要让齐君来谈一谈？真的，你喜欢跟妈妈去旅行，那你有哪些难忘的经验呢？很多，很多。像这个是。这个是什么？这些是透过铁道旅行来认识新朋友哦，所以这些都是你不认识的，可是你在旅行的路上跟他们一起来做朋友，一起旅行去，是不是？对。哇，真好耶！他们讲日文吗？有些是中文朋友。哦，真的哦，所以在旅行中有些人会讲中文。哦，了解，嘿嘿嘿。那这个呢？这个是在赤松号上面是什么？哇，这个就是我们去这个当时的天桥立，然后坐的它非常好的赤松号的火车。火车上的这个小姐呢，她呢就看了齐君呢她旅行的照片，所以我们呢在孩子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帮他留下照片。还有旅行的时候一定会交朋友，既然会交朋友，一定要记得把照片随身带着，就有话题了。所以这位小姐呢就跟齐君呢这个拍了照片，很开心了，对不对？因为她看了你照片，知道你真的做了很多很丰富的旅行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你很喜欢一个叫做 Hello Kitty 号，就是你的铁道旅行中，对，哇，就是我们一起呢在 Hello Kitty 号里面呢拍下了一个照片。这个呢其实非常有意思，让小孩子呢透过这样的铁道旅行，就在那个 Hello Kitty 的车上呢看到所有 Hello Kitty 的文创品。我想呢，它也是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旅行的这种情境了哈。那这张是小玉和阿苏男孩号。好，那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阿苏男孩。阿苏男孩号是什么特色呢？这骷髅哦，就是一个骷髅，很漂亮的一个吉祥物，对不对？对。嘿啊，那这个是什么？小玉是猫。小玉是一只猫，然后还有小玉车站。哦，所以它有一个车站叫小玉车站，就是那里面有很多关于小玉的东西。哦，所以呢，你有没有买很多？我要只买了一本笔记本。哇，你还真是有节制。不过你看那些文创，你会很喜欢吗？很喜欢，所以下次你可以把他的一个文创的喜欢的那种 idea 呢，把它记录下来。下次美术课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发挥你的这种感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其实我相信哈，在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历程中，他应该会学习很多，也增加你们很多的话题哈。是，所以这张其实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
当时坐在火车上看外面的风景，对不对？对。我想他是很有意思。然后启君喜欢也在火车上开始摄影。哦，了解。然后妹妹拿着玩具也学他。了解。因为他们都学妈妈喜欢摄影。哦，了解。这个是现在启君开始在火车上看书。如果不摄影也不发呆的话，他就会选择看书。对，他很喜欢在火车上看书。了解。所以我想问一下安秀，你觉得旅行对你或是你的孩子的阅读，你觉得它有没有一个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可以把阅读广义的来看，对，我觉得旅行其实就是最丰富的阅读。对，阅读人文，阅读史地，阅读当时所有的互动。那我觉得那个扩展的不只是对字句的了解，那是扩展你的生命经验。对，我很谢谢老师带我去旅行。我是超喜欢旅行的，所以好像被我教到学生都会中毒，然后就觉得好像要走出去。可是我觉得当你行万里路的时候，你会觉得在旅行的过程中，让你学会的2个字叫做谦卑，是。然后你会学习一个过程叫做修行。我们一直觉得，当我们在一个很习惯的教育环境里面，你怎么样去操作你的今天带领孩子的学习法则都做不到的时候，我倒认为旅行的本身，它可以让我们换一个情境，转换一个空间，然后呢，不只是你，还或者是你的孩子都可以重新学习。还有很好，是因为旅行就是亲子呢非常 narrow 的空间，对。你没有别人可以干扰啊，你就只能靠你妈妈了，对不对？突然发现哇，妈妈你好强大哟！你要拍照要靠你，看车票也要看你，然后你要靠你的爸爸呀，爸爸这么强壮，没有爸爸这样子从小把你抱到大，那么有力的肩膀的话，你怎么可以走那么多的地方？所以其实旅行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让你觉得很感动的一个学习。当然，如果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就最好了。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安秀，你觉得在旅行中你们最大的感动跟学习是什么？最大的感动就看着孩子从娃娃时期，对，他被爸爸抱着进入那个闸口，对，到后来他现在是带着妹妹，牵着妹妹进入闸口，甚至那一次我们跟老师一起去旅行当中，我觉得他成长很多。哦，他很厉害耶，这个小孩子无能能及。我早上一觉起床他就起床了。哦，这个是要旅行的本钱，真的。他是很好的旅行咖啊，对，就他也会学习。看车票啊，或学习时间，然后学习注意什么，学习自身的安全。那我觉得在点点滴滴当中看到孩子的长大，那我觉得这是对母亲来讲很大的感动。了解，因为其实呢，我跟他们在旅行的历程之中，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家长呢一定要学会是一个很好的问话者。你就问启君，飞机上它的说明在讲什么？为什么我在飞机呢？他要起飞的时候我一定要系安全带呢？他都一直回答你。每一个回答都是一篇作文，然后呢，我们到了那个京都呢，去看那个关西，然后去买那个车票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今天我想要最省钱，我要5天呢，然后去走哪些地方？你告诉我哪一张票是你应该选择，他就会选了。然后呢，更有趣是我们在京都，我们也用了这个车票，公车票1日券，我们也用了地铁1日券。然后我们开始就算说，我今天跟明天我都有在京都，那你问我是公车票比较划算呢，还是我今天是地铁票比较划算？我们就用景点来算，算到后来我们发现省钱能省一点点，虽然是没有多少钱，心中都无限快乐，增加了旅行很好的能量了。所以我觉得旅行是真的很重要，所以最后我们请杨安秀校长给我们推荐一下，如果我们家长也想带孩子做铁道安全旅行，你推荐哪一本书呢？哦，有一套书啊，有一套书日本铁道旅行，它其实就是会把关东关西的重要的列车会罗列在里面。那上面有一些列车的资讯，每种车呢，我们坐过最有趣的每列车都有。觉得日本铁道旅行就是很棒，是它其实不同的体验每一辆列车都不太一样，有那种收集的感觉，就觉得很开心啊！今天又坐到一台，明天又坐到一台。这个收集控会没完没了，因为日本人太厉害了。我才去年呢去那个 BB Base 呢，他们是第一个呢可以把脚踏车放上去的南方总半岛。没有关系，旅行一直继续，阅读一直继续，生命就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我们今天很谢谢这个杨安秀慧慧校长来我们的节目，也谢谢琦君，我们非常亮眼的小演员，谢谢你喽，不客气。那我想呢，在最后呢，要念一首诗给杨安秀。因为16岁我遇到他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认为人生中很美好的愈合，真的就像一个花季一样。这首诗呢是席慕容的诗，他是这样写的：
在陌生的城市里醒来，唇间仍留着你的名字。爱人，我已离你千万里。我也知道16岁的花季只开一次，但我仍在意群居的洁白，在意那一切被赞美的、被宠爱的与抚慰的情怀，在意那金色的梦幻的网，替我挡住抑郁的风霜。爱原来是一种酒，饮了就化作思念，而在陌生的城市里，我夜夜举杯，遥向着16岁的那一年。我相信，在每个16岁写诗的年龄中，如果我们种下一朵很美好的花朵，相信这些孩子他得了这个养分跟种子，不管他以后走得多远，抑郁多么的艰辛，家乡怎样的回不来，他都有勇气，也有亲情，也有温暖，在夜夜陌生的城市里举杯，遥向16岁的花季那美丽的灿烂的远景。我想呢，这是我们今天呢带给各位的亲子阅读，也很谢谢安秀跟老师一起来做这个节目，谢谢小琦君哦，不客气。风风花树头尾，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离离点点一地走拖。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